我同田中生喺一間警備公司做事務工作。呢個故事本來只係公司入邊流傳嘅傳聞，但係上層長期落咗龍口令，唔准任何人講。最近我終於可以由當事人田中生親口聽到佢嘅經歷，所以而家將呢件事講出嚟。好意思，今晚你幫手值夜啦。吓，我係事務職嚟㗎。差唔多午夜12點，佢去休息室準備瞓覺，啱啱熄咗燈，就聽到事務所傳嚟拍台嘅聲音。佢小心翼翼開門，開燈一望，乜人都冇。但係好快又聽到赤腳行路聲，兜圈游走。錄音最後停喺田中生，轉電話嗰一下，聽完之後，董事會即刻決定搬走大田分店。